開始之前睇睇最佳 VO， 時事追擊全球及委內瑞拉大地震 VO。15年前，嫲嫲牧師警告過，全球地磁劇變同太陽風暴會引發極端氣候同大地震。15年後嘅6月22號，一個超強嘅 X5級太陽風暴打到嚟，真係搞到周圍大地震啊！最嚴重嘅係委內瑞拉，同一日足足震咗2次，仲要係7.2級同7.5級嘅淺層地震，估計死咗過萬人。Oh no！ 仲有日本都連續震咗2日，分別係6.9級同5.6級嘅地震。日本氣象廳仲話嚟緊1星期可能會再震1次大嘅，日本人真係要小心睇路啦。呢段時間，布蘭登牧師都有提到加拿大卑斯省可能會發生大地震，所以嫲嫲牧師都提醒加拿大嘅弟兄姊妹一定要分外警惕，做好準備啊！好，返嚟啦。今篇信息，嫲嫲牧師分享到，受膏者能夠將真理轉化成呢個時代可以實踐嘅信仰版本，所以神期待世人可以透過效法受膏者，建立出現代版信仰。嫲嫲牧師以神嘅品格面對每段人生經歷，將壓力同挑戰轉化為美麗回憶，煉成寶石，建立出獻俾神嘅心之寶庫，最終咪成為神喜悅嘅新婦咯。感謝神！今篇信息好重要，即刻睇條骨先啦。Part 1：順應神嘅時代季節，行動最緊要快。要跟上神嘅時代季節，唔單止要種啱種子，仲要用啱工具，跟啱節奏，回應要夠快至得。從出埃及過紅海到新舊約交替同聖靈降臨，神都提醒緊我哋，佢唔會無限期等人適應。主嘅羊聽見主嘅聲音，咁就要即時接實神為下一個時代預備嘅新種子啦。Part 2：將現實化為美好回憶，熬煉出各種寶石。人生每個際遇都好似一嚿炭，當人願意用神嘅品格面對困難，壓力同熱力就能夠熬煉出愛心、信心、殷勤、自律等寶石。石安過去40年嘅每個動勢都係神設計出嚟嘅熬煉過程，只要保守內心，將每段現實經歷轉化為美好回憶，就可以熬煉出獻俾神嘅心之寶庫啦。Part 3：效法受膏者，將信仰現代版化。受膏者係世人認識神、跟從神嘅最佳助力，因為佢能夠將恆久不變嘅聖經真理轉化為當時代可以實踐嘅現代版信仰。正如主耶穌成為新約教會嘅典範一樣，嫲嫲牧師為世人示範出今時今日嘅信仰版本，幫助我哋認識今日仍然活着帶領時代嘅神啊。Part 4：珍惜新婦嘅內心，一生存更多善意，為神而活。從永恆神嘅視點重新理解人生每段經歷。現實可以有巨人有壓力，但神更珍惜嘅係人以善良嘅內心將現實化成美麗回憶。嫲嫲牧師一生以善意對待人，祝福人，最終讓神為佢不斷改變現實，印證佢就係神所愛嘅新婦。今篇信息由淺到深，一步步幫助我哋明白效法受膏者，不斷美化心之寶庫，只係呢個時代建立信仰嘅唯一方法。立即逐 part 睇啦。Part 1：順應神嘅時代季節，行動最緊要快。心之寶庫嘅信息一直都講緊，每個時代都有屬於嗰個時代嘅種子，要喺正確嘅時間種啱季節嘅種子，至會有豐收噶。今篇信息，嫲嫲牧師就補充，原來唔只要種啱種子，回應嘅節奏、耕作嘅工具都係超緊要嘅。係啊，每個 season 都有神指定嘅節奏同工具，神唔會無限期等你慢慢適應，所以一定要喳喳臨，快步跟上。就好似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樣，神話出埃及就要即刻執包袱走，神話過紅海就唔好諗，直行直過，行慢啲命都冇啊！再睇睇新舊約交替嘅例子啦，上2篇都提過，法利賽人唔可以拎住舊嘅種子喺新約廿文廿武。其實神一早就俾足時間佢哋適應，就係喺主耶穌侍奉嗰3年半入面適應新嘅種子，從舊約進入新約。結果佢哋都係唔醒水，3年半都冇改過，仲親手將主耶穌釘喺十字架上添。Oh no！ 仲未完嘅，跟住神嘅節奏就明顯加速咗啦。從主耶穌復活到聖靈降臨，只係得49日時間，俾全世界適應下一個季節嘅新種子。結果竟然只係得120人 get 到，肯即時回應，留喺馬可樓上等候聖靈咋。跟住就分別有3000、5000人陸續趕上，呢個就係當時代唯一跟得足嘅人啦。好啦，嚟到今時今日，石安帶住新嘅種子，經已耕耘咗40年咁耐啦。呢40年嚟，又有幾多人識得把握機會，極速接實新嘅種子，趁時而作呢？都係嗰句啦，仲係捉緊舊種子唔放嘅，就會同神嘅時代計劃脫節噶啦。正如 AI 嘅興起，好多人都驚被淘汰，但其實學得夠快嘅人，咪可以令 AI 成為佢哋嘅助力咯。只有食古不化，唔想進步嘅，只會真正被時代遺棄。同樣，近年神不斷印證，嫲嫲牧師就係呢個時代嘅受膏者，石安就係新婦教會，佢哋就係世人認識神、跟從神嘅最佳助力啦。咁大家又識唔識得以極速回應嘅節奏，拎起新嘅耕作工具成為助力，去栽種新嘅種子呢？主嘅羊聽到主聲音，聽到呢度就跟實唔好放啦 ，Go Go Go！ Part 2：
將現實化為美好回憶，熬煉出各種寶石。輕輕重溫一下心之寶庫嘅信息先。嫲嫲牧師提到，人生嘅不同際遇都係寶石嘅原材料碳。當遇到問題同困難嘅時候，只要用神嘅品格面對，就係幫緊呢啲碳加壓加熱，等佢變成閃閃發光嘅寶石。係嘅，要改變自己，以神嘅品格面對現實問題，一定會有啲唔舒服，有啲壓力嘅。但呢個就係神最重視嘅成長過程啦。最終熬煉出愛心、信心、殷勤、自律呢啲屬靈品格，咪可以成為一個更豐富嘅心之寶庫咯。今篇信息，嫲嫲牧師繼續深化呢個概念，就好似神帶領石安嘅每個動細，次次都要做到好細緻、好繁瑣，真係唔易噶。但呢啲都係神刻意設計嘅。當弟兄姊妹對住呢粒碳，都願意以神嘅品格一步步跟到足，忠心做好，咁過程中嘅壓力同熱力，咪可以將碳熬煉成寶石咯。如果一個動細一次經歷都可以誕生出至少一種寶石，咁按住心田可以倍增30、60、100倍嘅原則，石安過去40年嘅經歷，咪足以讓我哋嘅心之寶庫盆滿缽滿，咩顏色、咩形狀嘅寶石都有齊晒咯。可能你會諗，要咁多寶石嚟做咩啊？正如雅歌記載，新婦嘅園子有齊各樣佳美果子。啟示錄都話，末後聖殿係由唔同嘅寶石組成，所以要成為新婦，要為神建造末後聖殿，多寶石都未夠數啊！好，重要嘅事情講多次先。正因為心田有倍增嘅原則，所以每個經歷、每件事都要確保經已轉化為美好回憶，置放入心之寶庫啊！如果唔係，倍增嘅就唔係寶石，而係一堆堆被扭曲嘅回憶，誕生成惡臭嘅2號啊 ！Oh no！ 舉個例啦，法利賽人扭曲主耶穌嘅存在，覺得佢淨係嚟搶功勞，令佢哋冇面冇錢賺。一旦將呢種錯到離譜嘅想法放入內心，倍增嘅原則咪可以不斷累積錯誤嘅回憶，產生出更多邪惡嘅性格咯。最終，法利賽人甚至要釘死主耶穌至安心啊 ！So sad！ 咁就明白聖經話保守我哋嘅心勝過保守一切，真係好緊要噶。當然啦，嫲嫲牧師一早就教咗，可以用醫桑幫助我哋美化內心寶庫，不斷聽就可以清走心靈垃圾，並且倍增生命中嘅美好回憶。呢個係連牧師都認證有效提升屬靈嘅方法嚟。哇！多謝嫲嫲牧師同賜恩啊。Part 3效法受膏者，將信仰現代版化。講到牧師一早就教咗美化內心寶庫嘅方法，賜恩都諗起，只要跟足爸爸教過嘅，真係可以令心之寶庫更加豐富。事緣係嫲嫲牧師喺疫情初期教佢每日讀詩篇同箴言，當賜恩以想研究爸爸性格嘅心去跟住做，潛意識竟然識得將經文對比牧師嘅生命，令佢更立體咁認識到受膏者，亦明白點為之執行真理，豐富心之寶庫。嫲嫲牧師就話：係啊，所以啱啱都提到受膏者就係世人認識神、跟從神嘅最佳助力，因為每個時代嘅受膏者都能夠將信仰變成現代 version， 意思即係聖經真理的確係恆久不變，但係做法同執行上就要識得靈活變通，切合翻當時代嘅環境至得啊！唔通打開聖經見到主耶穌幫門徒洗腳，我哋又走去洗人隻腳咩？梗係唔得啦！所以神就用一個受膏者向世人示範當代信仰應該點做啦。好，咁點至可以認出呢個就係神時代嘅受膏者呢？最直接嘅方法當然係對比另一個最有權威嘅受膏者主耶穌啦。主耶穌肯定係受膏者，同時神亦都話佢係祭司、君王、先知，能夠與神對話，帶領人認識神，可以查清神嘅心意，揭開隱藏嘅謎題，甚至將預先要發生嘅事為世人提供答案。所以完全符合祭司、君王、先知特質嘅，就係神喺當時代興起嘅受膏者啦。講咗咁耐，相信大家都心裏有數。嫲嫲牧師就係嗰個可以將聖經真理變成2026年 version 嘅受膏者嚟啊！從牧師分享一篇都唔重複嘅講道，甚至將真理應用喺現代生活，教我哋唔好借錢供樓，咪就係讓人全面認識神嘅祭司咯。分享養分療法、Tesla 科技、UFO 真相，咪就係逐步揭示神隱藏嘅謎題，擁有君王嘅榮耀咯。直到2012信息，發現牧師嘅每一篇分享都新過新聞，先過先知。嫲嫲牧師真係絕對確定就係神喺依家要用嘅受膏者，為世人甚至千禧年嘅人示範現代版嘅信仰。相信石安嘅弟兄姊妹都好明白，今時今日打開電視睇到每一篇新聞，潛意識都聯繫到信仰，知道有神嘅心意。咁並唔係因為我哋聰明有幾叻，而係牧師潛移默化嘅教導，讓我哋認識到會喺2026年嘅神啊！所以石安真係超幸福。不過可惜嘅係，大部分人都認唔出受膏者，歸根究底只係因為佢哋唔願意咋，唔願意蝕底，唔願意俾代價，咁咪唯有扮睇唔到，掂行掂過咯。呢啲人唔單止錯失祝福，仲將會自招審判。就好似認唔出主耶穌嘅以色列人最終滅國，嚟到末後日子，認唔出新婦嘅都要留低喺大災難等滅世啦。Oh no！ Part 4珍惜新婦嘅內心，一生存更多善意，為神而活。明白咗效法受膏者係我哋一生最大嘅課題之後，嫲嫲牧師再帶我哋以更宏觀嘅角度去睇睇神嘅視點。當神企喺永恆裏面，望住地上發生嘅種種事情，就好似睇緊一出戲咁。
每個人都係自己嘅人生導演，究竟點拍至拍得出神最喜愛嘅最佳電影呢？原來神最期待嘅就係透過辛苦善良嘅內心，睇到一段段美化過嘅美麗回憶，就好似窺探迦南地嘅12個探子咁，有10個人嘅視點，只係見到人生嘅現實。哇，嗰啲巨人好高大，我哋輸緊喎，唔好打啦，返鄉下啦。係，巨人好高大，呢個係現實。不過神更加中意嘅係透過約書亞同迦勒嘅心而美化出嚟嘅視點，就係哇，迦南地真係好靚，係神賜俾我哋嘅流奶與蜜之地。今次實打勝仗啦！正因為呢份對神嘅堅定同信心，神都唔抵得唔祝福佢哋。最終真係只有約書亞同迦勒有資格進入迦南地咋。冇錯，現實係有巨人，係好高，係好巨，但只要做好內心，神都能夠為我哋改變現實。嫲嫲牧師嘅一生就係最好嘅例子啦。從信主開始，神就不斷挑戰牧師嘅信仰，將一粒粒炭渣帶到佢身邊，睇下佢點樣回應呢啲事，點樣美化不同回憶。而牧師嘅內心亦好簡單，就係永遠以更多善意去看待真理，去待人接物。Believe the best of person。牧師舉咗個例子，真係好感動嘅。當佢一個人完成橫越加拿大嘅旅程，再次見翻生勾勾嘅人嗰陣，內心只係覺得好開心，好想為對方做啲嘢祝福佢。哇！啱啱先經歷完生死，轉個頭唔係想飲可樂食雞髀慶祝，只係單單想祝福人咋。呢種善良嘅心，連永恆神都唔抵得，不惜改變現實環境都要祝福佢。當牧師內心好想身邊嘅人得醫治，神就為佢誕生神蹟；當牧師內心為咗對得住神而不惜免費送出講道帶，神就賜下源源不絕嘅信息，等佢長講長有。咁都未夠，神仲要賜下4個 momentum， 能夠改變世界嘅2012信息，以及一首首 Walking Oracle 級數嘅詩歌。新鮮滾熱辣嘅就有啱啱父親節推出嘅1868誰無悔犧牲，都有神親自印證，好勁嘅，記得重溫信息啦。神將一個個世人以為冇可能存在嘅神蹟帶嚟現實，就係為咗證明俾全世界睇，牧師就係天地嘅寵兒，係神所愛嘅辛苦啊！所以全世界都應該趁時而作，效法受膏者，以神嘅品格面對人生，一生都要以善良美化我哋嘅心之抱負。好，最後嚟個重點回顧，加深印象啦。一、順應神嘅時代季節，行動最緊要夠快。神每個時代都有佢指定嘅種子、節奏同工具，要跟隨神就唔可以慢慢觀望啦。真正聽到主聲音嘅羊，都必定會即時行動，快速接實神為當時代預備嘅新種子，努力耕耘。二、將現實化為美好回憶，熬煉出各種寶石。人生入面每個現實處境都可以成為神熬煉我哋內心嘅材料。當人願意用神嘅性格去面對壓力、困難同挑戰，原本好似炭一樣嘅經歷，就能夠被熬煉成愛心、信心、殷勤、自律等屬靈寶石，累積成豐富嘅心之寶庫獻俾神啦。三、效法受膏者，將信仰現代版化。要喺當時代活出真正嘅信仰，最重要就係識得效法神嘅受膏者。因為受膏者能夠將真理示範成今日可以實行嘅信仰模式，正如主耶穌成為新約嘅榜樣，嫲嫲牧師亦向我哋示範咗今時今日嘅基督徒應該點樣認識神、跟從神啊！所以我哋都要珍惜受膏者，努力效法啦。四、珍惜新婦嘅內心，一生存更多善意，為神而活。從神永恆嘅角度睇，佢最珍惜嘅係人點樣用內心回應每一件事。約書亞、迦勒選擇以信心看迦南地，嫲嫲牧師嘅一生亦以善良嘅心面對人同事，神真係好欣賞啊！所以佢甚至要親自改變現實，印證呢種善良嘅品格就係新婦最寶貴嘅特質嚟啊！哇，神安真係好幸福，聽完一篇咁勁嘅信息，更加要決心效法嫲嫲牧師啊！最後一齊宣告3次啦！我要自發建立似神嘅好性格，我要自發建立似神嘅好性格，我要自發建立似神嘅好性格。